放慢亚杀人啊，足智多谋，何不献计进宫了，共同商议，放慢也个终身大事啊！好，就以方向。我献计进宫了。放慢，我哋一相车位，咁冇一个好人啊！哦，哎呦，方向，我家下好马嘅唔美你啦。哦，你头下妈嘅唔明啊？嘅你妈妈啥？我哦，马嘅係叔喎。哦，你咁偏背，妈叔喎，你呀，好大嘅胆嘛！哎呀，方向，父母嗌好，意思先記，你又唔好去做喎。你放心，放慢，我样办法去起走啊！我为到放慢一个终身大事，本叔王骂了一下，我心肝度还非常的不服呢。放慢，你头下一骂，老我出去咧。好嘞，莫讲讲嘞。给我来献给进宫。来人呐，安排座位，我会接见冲年宫。随我来呀！哎呀，我唔去，哎呦，千岁呀！为师啊，身心放空，唔系那前望太骄傲，把心那事啊，就以来显望，万岁公劝住，记呀配。呀，苍年嘅每日来是难懂啊！天家，你懂得起，你呀就随我来吧。千岁呀！哎呦，千岁呀！放假嘅，亲事千岁呀！你呀，何国中原啊，吵吵又闹闹，又有那何妨？为生爱真刚出年，来作对，为生爱只是你不把一来报。用啊，苍年公啊，8年前你太当公，不是今生心里头痛，一呀将你痛把给笑，问忘了呀。圣李蒙尊，见驾群主千岁，平身，恰千岁，自从多谢。苍年哥，苍年买此事是何人做主的呀？千岁提嘅事情，有冇问起为甚了啊？我呀，
老爷嘅群主问你嘅。从言讲，神才强讲，晓得。唉，其实有群主，那从言妹之事，乃是万岁做主嘅。分配嘅群马，是何神之子，哪一家之后啊？其实有群主，乃是开关元勋天山王傅利用之子，名喊傅登魁。你看如何啊？爱莫胡说吧。叔王啊，你用办一次嘅糊涂，将我嘅婚姻来错配呀！真斗胆抢门群主，当时嘅情形，敢做得公本为神见地呀！从言讲，你就躺来。自谓百家同台作为乡。嘅同台救家嘅事情，苍言公几底呀？系啊，群主，当时同台救家之事，为神早已见地，只是不敌了后来发生之事啊。后来么？汉军披彩轻那梦北返。哦，那抢门群主两军趁前，多亏是何人前来救家？错啊！多亏何人前来救家？多亏，多亏永远都救爱回家。那在抢门群主，你啊救家嘅手将，敢还有哪位一位？错啊！还有劈杀人么？救家手将，偏不听命。并不两命。哎，那抢门群主在两军阵前，对了两名守将，敢有讲过马解吗？这你我呀做什么呢？哎，千岁啊，俩弟辈太有文章啊！有文章，给你就对佢讲吧。凤兄。含羞不含羞了，你就就是讲吧。讲。真是的，表心意两军成亲。你真下时机，给你敢你送给马个东西？
钱帅，你看样办呢？你呀，高才高才呀！万岁驾到！啊，叔王来嘞！为了嘛解啊？哎呀，王妹啊，叔王多次前来，强家己看到我，又爱接聘我嘞。苍言哥，你夹水我，入来去扛起了。钱帅呀！哎呀，我俩的创业啊，系名正言顺啊，唔是去抗议咯，哎。你呀，就听我来吧。哎呀，头头切切，身后体统，哎呀！准备娘家。奉请平身，多车叔王，此错。恰错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咦，叔王啊，今日你如何为此欢喜啊？奉请你哪里低头？国王今日传下口谕，命要辛苦从严，以蒙真。从严为媒，将奉请嘅众神，去配两名嘅救家小将，了求国王一种嘅心思啊，岂唔系意喜呀？嘅强门叔王，唔知两名小将系何臣之子，哪一家子系？就是该开国元勋，天山伯不良之子，명汉不等亏呀！叔王啊，也就不对嘞。因为不对嘞。这位救家小将也曾对奉承公告，他乃是永陵公子六子，名喊永彦昭。奉承啊！英雄汉，为你劝阻门风相动。叔王啊，虽然叔王看得起，真诚乾坤得
为何蜀王以此赐信呢？来人呐，请出八贤王以充言讲。遵命，有请八贤王以充言讲。甲强西方人有你呀！君子啊，不谈配后年。哎，也是无送来头堂啊！哦，无算潜水头堂，这就算是卫生头堂就是了。方兄，放慢，既然啊，你两人都已经谈到嘞，家家对凤妹想办法的。头下我老创言公上你好了，做面嘅杨令公啊，拜子上天，金片手菜一变真干。创言公，潜水呀，这就往下讲啊。啊，我呀，唔记得咧，还是你讲吧。放假只是卫生，不敢多讲，不敢多讲。样办？放假嘅事情，你又唔敢讲咯？不敢多讲。要注意。咁咩你出嚟啊？哎呦，因卫生就更加不敢讲嘞。充言讲，身材，强讲，群主。明天啊，真那个要变情，真有此事动手里。为生世事年已尽呐，来比人呐，言呐慢，此本呐。一呐，想为神乃是万岁钦赐的媒人，群主此敢放心，也本事必定能成功啊！宝妹，你看我要做方向的，推你想的，主权不主权啊？你是好好多请我呀？凤妹爱就多请凤兄咯。哎呀，千岁呀，事情就忙判生，就爱人容易多请啊。请假。我一个走向那呀，谁会同乡？顺着个同胞人，一目所生，一数到天波不将定那弓枪。两是。燕走有鸳鸯开始口声。
神，恰万岁，此错恰错。众卿，今天五江奏朝，为到同台救驾之事，爱变正位来电了。宣副登魁用言者送天。